继续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。补铁若是补一个伤过超过，恐惊会增加致到癌症的风险。头晕目暗、面色是安尼白四煞，还佫会常常感觉真野仙。有袂少的女性也是年纪较大的长辈，常常会发生贫血的状况。有个人家己去买这个保健的食品，想要补充体质。不过国健署委托学界来研究，发现讲体质若是补了过头，恐惊会来致到癌症。当你盲目的去补铁，让你的血液里面的储铁蛋白过高的时候，它会把铁释放出来。有研究发现讲，体质若是食了伤济，体内铁蛋白质会过悬，就会释放出这个游离体，会和体内的过氧化氢，也就是这个 H2O2 来结合，转做这个自由基。若是自由基过济来讲，是会伤害细胞，安尼就有可能来增加致癌的风险。即摆来看国健署公布，逐个人每一日铁的建议摄取量，19岁至50岁查甫是10毫克，若是查某是15毫克，上济是袂当超过40毫克。若是51岁以上，铁的摄取量嘛简单爱10毫克尔。64岁以上老年人，他不缺铁，是他吃蛮多的，可是他的贫血率并不见得降低哦。国健署调查102年到105年国人贫血的趋势，查某的19至44岁贫血的有23%，45至64岁贫血状况佫下降到15%，若是65岁以上，佫又佫回升到2成以上。若讲查甫的19至64岁，敢若有5%左右；65岁至74岁才会增加到16%。这个贫血的患者到底是不是爱来补充体质的？你应该去找原因，你不见得是因为缺铁引起的贫血。像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有一些慢性发炎的人，体力就是比如他有慢性一些自体免疫疾病，常常身体都会发炎的。体质补了过头和着癌的风险的关联性，国内医生是还佫咧科考。不过会当肯定的是，若是有贫血的现象，上好佫紧来予医生看，爱找出病因，对根本来治疗。千万唔当家己去乱补铁，延误到治疗的时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